香港泰國大家朋友你好，依家我知幾咗魚飄燒孔糖，熱糖啊，梅食都好食，一樣去泰國唐人街、華人餐廳去食魚條燒孔糖啊！我請我嘅香港朋友大家同我一齊來食魚飄燒孔糖啊！我嘅魚飄燒孔糖有顏色好靚啊！我肚飯啦，我開始食魚飄燒孔糖啦，我使食俾你睇啊！你先唔先慕？我得食，你沒食啊！點解呢樣好食啊？我食完啦，依好我開試碗啦！我請香港朋友大家一齊同我嚟食魚飄燒孔糖啊！再見。